平安。伫礼拜开始之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永远至圣至善的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伫生活中间保守看顾阮，阮得到真实的平安。当阮用欢喜的心，搁一遍来到圣殿来敬拜你。阮恳求你用你的荣耀眷顾阮，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用专一的心来虔诚敬拜，也赏赐阮心内谦卑、心内颂香的人，会当有领受你对你遐来属天的美娘的开力，互阮会当继续面对生活中间的艰难甲挑战。主，阮即时要安静阮的心，伫你的面前听候，听候你对阮讲话，显明你的心意，求你帮助阮。阮特别要将今早起服侍正当工，完完全全仰望伫你施恩的手，祝你亲自引带看顾，无论司琴、奏乐、诗会、传讲信息，每一个当工拢得到你的看顾甲保守。你的圣神亲自运行伫阮的中间，阮会当透过这服侍者的帮助，将阮的敬虔甲阮的心意表露出来，互你的名得到荣耀，也互阮领受祝福。是阮的主，阮将阮的教会交代伫主的手中，求主你亲自引带看顾。特别阮将教会牧者、阮的长职以及全职的同工，完全仰望伫主的手中，求主你亲自施乐恩典。特别互阮明白你的计划，互阮照你的计划去推动各项事工，来荣耀你的圣名。阮将教会所设立的逐个机构、这主管以及员工，拢交代伫主的手中，求主你亲自保守，互阮透过阮手所做的工来荣耀你的圣名，也互真侪人得到祝福。是阮的主，阮也将阮的国家交代伫主的手中，求你亲自带领看顾。求你保守看顾台湾会当得到平安。虽然阮外在有真侪挑战，有来自外国强权的势力要攻击阮，但是恳求主你，互阮有平安的心，会当全民拢一致合作来面对这个困难。恳求主你特别点到全台湾正教会复兴的火，阮伫无共款的县市、无共款的葡萄园咧服侍过程中间，会当尽阮的气力来荣光你的圣名，互全国的百姓拢得到祝福。主啊，阮也将这个混乱的世界、这精神的世界交在伫主的手中。求主你怜悯看顾，特别因为战争死失无辜的百姓，求你怜悯，也互阮明白，阮家己的软弱，会当悔改来追求真神、上帝你的旨意。恳求主你保守看顾这一切，我们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
甲我着俄勒耶和华最大，三甲尊伊的名最悬。咱即时做伙来吟诗俄勒咱的上帝。咱吟的诗是圣诗第66首，万米自集，人人三甲自集欢喜，万米三甲自集欢喜，请起立来吟圣诗第66首。咱做伙同心来祈祷。万权能的阿爸爸上帝，感谢你今仔日有缘留阮的性命，互阮会当伫你的脚下敬拜学乐你。感谢你的恩典保守台湾这个土地，伫全世界拄着疫情的时，阮有缘自由行动、自集，甲阮的兄弟姊妹见面，做伙敬拜。听从主伫阮的心，阮拢知受伤的路德你无压止，要花的火你无拍熄。阮真正惊，阮看到战争，阮真惊吓。阮拄着瘟疫，阮嘛真惊。
阮看到海迄边迄个国家若大势一样，阮搁较惊。主啊，阮亲像迄个小信的人，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会晓若逼着上款，拄着困难的时，会晓求叫耶稣救我。阮惊真济个代志，主啊，赦免阮。我嘛亲像迄个浪子上款，阮爱到外口，阮无爱束缚，阮爱自由。阮感觉安尼，阮繁华宴乐，拄着济得罪人，搁得罪你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。阮知只有伫你内面，才有真正的平安。阮嘛知，你是迄丛大的葡萄树，阮若离开你，阮就会孤单。阮时常无要亲近你，阮若无亲近你的时，阮就无快乐。求主帮助你，帮助阮，互阮有属灵的眼光，有敏感的灵，勇敢徛伫真理的路，会晓听你微细的声。凡事准你最大，我嘛继续要为着和平祈祷，求你帮助遐有权力的人的心软，无为着即时的骄傲做错误的代志。阮也祈祷，互瘟疫赶紧平息，为着阮的经济困难的得到头棒。阮知阮的祈祷实在是无够野，感谢你有安尼教阮祈祷讲，阮伫天。咱做伙来交读启应文。咱今仔日要读的是启应第29篇，伫圣诗的后面44页的所在。启应29篇。恁着学乐耶和华。我一生要学乐耶和华。恁无伫我靠君王，无伫我靠世间人。伊一个断开就归土。有雅各的上帝做伊的帮站。伊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。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。耶和华讨棒受关押的。耶和华扶起受压制的人。耶和华保护出外人，
扶持孤兒寡婦。耶和華要做王到永遠。這聲樂耶和華。咱要請聖歌隊來帶咱學樂上帝，因今仔日要吟的詩是我一生的歌，我一生的歌。我
感谢俄勒主，主耶稣听咱。咱做伙来读上帝的话。咱今仔日要读的经文是《以斯拉記》第7章第8節到第10節。伫現在譯本566頁，台語本伫和合本伫509頁。咱做伙來看。因離開巴比倫是正月初一，因為得到上帝的幫贊。因伫5月初一就到耶路撒冷，以斯拉一生專心研究，佮實行上主的法律，將律法條例教導以色列人。咱今仔的聖經佇遮，咱要請咱的主任牧師、蔡牧師來傳講今仔日的信息，咱恭敬來聽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咱要来看一个圣经人物是以斯拉，咱要对伊来学习一个人、一个家庭、一个教会，甚至一个国家，安怎建立稳固的根基。咱伫领受上帝的话之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只是要静静来领受你的话，恳求主你亲自透过经文对阮讲话，也透过你的话，互阮会当真实得到透放，会当更新改变阮的生命甲价值观。恳求主帮助阮，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伫犹太人的历史中间，有一段时期是因上界悲惨的时期，就是因亡国受掠的时期。伫主前586年，犹大国被巴比伦所灭，亡国了后，众人就被掠去到巴比伦，去异乡开始过着做奴才的这日子。这是因历史中间上界悲惨的时阵。咱台湾话有一句话讲，一个人真善，叫做丧乡。意思是讲，当一个人连故乡拢丧失去，是无依无我、上界悲惨的人，因就是这款人。咱会当对诗篇中间会当明白。咱若看诗篇137篇第1节到第4节，伊安尼讲：阮捌伫巴比伦的河边坐落，一堆箱色安就靠。阮将琴挂伫遐的柳树顶面，因为伫遐掠阮的人爱阮唱歌，抢夺阮的人爱阮作乐，讲甲阮唱一首色安歌吧。阮怎样会当伫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？所以这讲出因心中的悲惨，因为因受掠到巴比伦去，伫遐无圣殿会当敬拜，无会堂会当敬拜，所以因就彼此招住伫巴比伦的河边坐咧。因追想因伫历史中间上帝的作为，因想起着上帝，想起着因的祖国，想起着因的故乡锡安。这时阵目屎都流落来，因为因犯罪得罪上帝，惹上帝生气，所以上帝兴起这个外邦巴比伦，将因的国灭掉，然后将因掠到这异乡的所在做奴才。因短期中间无法度转去因的故乡，甚至因也知影，可能有人爱客死他乡啊，就是爱死伫巴比伦。啊，面对这个巴比伦迄个强权的政权，因只有完全顺服。这人强迫因唱歌，因想要唱嘛唱袂出来。因将琴挂伫迄个柳树的顶面，拒绝唱歌。因讲，阮伫外邦怎样会当唱耶和华的歌？人已经丧志到这个程度，因为会当得到透放，
的方式，就是提靠赖上帝，哀伤求上帝怜悯。除了安尼以外，因什么也袂当做，真无奈。但是上帝亲自为因开路。后来波斯帝国打败巴比伦，波斯王古列对待较好款待这个以色列人，所以因答应互因回去故乡来重建家己的国家。所以咱嘛当对诗篇中间去看出因归回的迄个喜乐。咱看诗篇126篇的第1节到第2节讲，当耶和华将遐受掠的带回锡安的时，阮好亲像做梦的人。好亲像咧做眠梦同款，毋敢相信讲因心中的迄个梦想已经实现啦。讲因满喙喜乐，规个喙咧欢呼的时阵，外邦中就有人讲，耶和华为因行了大事。因知因为上帝恩典，所以因总算会当回去到家己的故乡，重建家己的国家。伫重建国家的过程中间，有3个真重要的时期，有3个真重要的人物领导因。咱看这个图，第一个人物就是所罗巴伯，这是伫主前536当，所罗巴伯带5万人，行真远的路途，对巴比伦回去到耶路撒冷，当中开4个多月。伊就开始做一件代志，就是重建圣殿。因重建家园的第一件代志，就是重建因的信仰中心。因为因伫这外邦的时阵，确实知影爱当爱敬拜上帝，用信仰做因的中心。所以圣殿的根基就被设立。圣殿完工了，虽然这个圣殿无法度亲像所罗门所起的迄个圣殿遐尼辉煌、遐尼水，但总是互因恢复因的敬拜。过了后，以斯拉，这是第2个人物。以斯拉回来到耶路撒冷，伊为因做一件重要的代志，就是重新带领以色列百姓回归上帝的律法，回归上帝的律法。第3位就是尼希米，尼希米是带领以色列百姓起造迄个城墙，团结这个百姓的心，来对抗外来侵犯的势力。咱今日要将这个焦点放伫以斯拉身上，因为伊伫国家重建的过程中间扮演一个真重要的角色。伊一生尔做一件代志，这件代志改变伊家己。改变伊个国家，改变伊个同胞，咱要做伙来学习。咱首先看今仔日的经文，安尼讲，因讲因离开巴比伦是正月初1，因为得到上帝的帮赞，因伫5月初1就到耶路撒冷。咱若看好学本的圣经得到上帝的帮赞，伊翻译做上帝施恩的手。帮助伊，上帝施恩的手帮助伊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如果若上帝施恩的手伫你的生命中间为你带来帮助，安尼咱伫任何代志顶面拢会得到福气。咱虽然可能会遭遇到真侪困难，但是因为有上帝施恩的手帮助咱，咱会当克服这困难，来得到胜利。唔简单安尼。因为有上帝施恩的手帮助咱会当影响别人，会当成做别人的祝福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一天过一天，可能有真侪人为着每一天来烦恼，有人为着未来担忧。但是牧师要来讲，你无需要为明仔载烦恼伤济，你只要确定上帝施恩的手。到底到伫甲咱三角地带，如果若有，安尼不管明仔载会变做安怎，咱拢有能力去面对。所以，为什么以斯拉会当得到上帝施恩的手帮助？为什么伊会当
靠伊家己一个人的力量，为伊国家、为伊百姓带来遮尔大的祝福。咱今日特别来看伊得胜的秘诀。我拄则讲，伊一生尔专心做好一件代志，这件代志就是当改变伊、改变世界。咱来看伊做啥物代志，咱要分做三个部分来想这件代志。今日经文对咱讲，以斯拉做啥物代志？讲以斯拉一生专心研究，而且实行上主的律法。伊专心一生用一生的时间专心研究上主的法律。以斯拉是一个祭司，伊嘛是一个经学教师，就是文士啦。伊通达摩西的律法，伊用伊一生的气力认真研究上帝律法，明白上帝的话，这互伊带来极大影响力。咱今日所徛起的世代是一个互人真混乱的世代，是一个资讯复杂的世代。咱世界拢会让听到无共款的学说思想，尤其是你拍开电视，你拍开电脑、网络、手机啊，你会当接触到真侪理论学说、无共款的讲法、无共款的评论，可能共发生一件代志。你这代看到，甲迄代看到，评论完全无共款。一般的评论可能影响无大，但是咱看到这个电视台，还是讲这个网络中间，真侪人咧讲关系生命的代志。那关系生命的代志呢，对咱影响真大。如果你的生命中间无上帝的话语做基础，咱要安怎伫这个资讯复杂、真侪无共款的学说中间去找到正确的道路、真正的真理？所以深入明白研究上帝的话，会为咱的生命带来真大的利益。咱要通过保罗先生对提摩太所讲、所写的一条批中间的一段，来了解圣经对咱的好处。首先，保罗咧讲圣经是一本拯救生命的册。保罗对提摩太讲：你也会记得你自细汉就明白圣经，就是会当互你智慧，引带你借着信基督耶稣来得到拯救的迄本册。保罗咧讲，圣经是一本拯救生命的册。因为规本圣经的重点就是咧讲创造生命的上帝甲咱人的关系。圣经被记载落来的目的，就是要互人知影上帝的心意，以及上帝要赏赐咱永远活命，以及得到这个永远活命的方式。所以圣经一再指示人得到拯救的道路。所以一个追求真理、追求永远活命的人，无理由会当忽略圣经。甚至咱知影有真侪非基督徒，如果伊真认真拍开圣经来研究，奇妙的代志会发生。因为这本册是有关得救的智慧，是其他的册所无的。咱对真侪历史的见证中间知影，真侪人头起唔相信，因为读圣经就改变伊的想法，会得到永远的活命。所以这本册是一个救命的册，是要互人活命的册。唔简单安尼，保罗继续讲全部圣经拢是受上帝灵感来写的，对伫教示真理、指责错误、纠正过错、指示人生的正路，拢有利益。所以保罗讲，圣经会当教示真理，因为圣经所记载的是生命的真理。通过圣经，咱会当明白咱生命的意义，以及生命的道路应该爱往倒一个方向去。圣经就亲像一个导航相款，咱生命的地图、生命的导航，伊是一本讲生命的册。咱从圣经读捌，咱就知影咱生命应该安怎活才有意义。咱知影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计划，有真侪人对伫未来
有真侪犹豫，毋知咱后一步要安怎行。所以往往开真侪钱去求神问卜，也是去请教什么人，请教什么大师。但是牧师同伊讲毋免，只要咱用心来研读圣经，你会当真清楚咱生命的原则，知影咱人生要安怎行，才会当丰盛有意义。保罗嘛讲，圣经会当指责错误，纠正过错，指示人生的正路。伊会互做毋对的代志，会做毋对的代志的人，会当觉悟悔改，而且互伊会当回归伫一条正路中间。有太侪这见证故事，拢提起着，当一本圣经交伫人的手中，这人来拍开，认真来研读，圣经就改变伊的生命。第三项，圣经会当互侍奉上帝的人得到充分的准备，通行逐种的好事。对读圣经的人，这是一个必然的结论。学习圣经的目的，毋是干那为着家己人生的好处。一个人若读圣经悔改了，伊只想着家己得救，家己欢喜，无插其他人的性命，这种悔改就无正确。所以圣经会当帮助读圣经的人装备家己，去行各样的好事，来利益众人，来荣光上帝。所以咱知影，圣经是一本拯救活命的册，是咱人生引出的册，是会当互人得到福气的册。伊对人的影响真大，伊对咱个人的影响真大。咱要真正认真来研究圣经。今仔日咱下晡，咱会举行一场纪念贾伟牧师的音乐会。有关贾伟牧师的代志，我想毋免牧师加讲，大家对伊拢真明白。伊是一个牧师，伊也是一位医生，伊是一位人格者，也是每一个做牧师、做信徒的人的典范。所以咱咧看伊的生命，咱咧研究伊的生命为什么？到底什么原因会当塑造伊这种不平凡的生命性格？其实咱若详细去看伊生命的特点吼，其实影响伊上界重要的是伊信仰的迄个根基，就是伊的老母吴尚林女士，因为伊的老母就是用圣经来教示伊。所以贾伟的迄个信仰的启蒙教育，就是来自因老母。因老母互教伊读圣经，互伊明白圣经的真理。所以伊讲一句话，伊讲：伫我生命中间上界伟大的力量，乃是上帝的存在。伊知影我靠上帝会当产生极大影响力。所以后来，伊决志要献身医疗宣道，伊的目的就是用圣经的话语做服务人群的最悬的准则。伊学习耶稣基督的模样，用耶稣基督替门徒洗脚的这种的精神，去进入迄个上界宋乡的偏远的地区，甲病人做伙，帮助迄个弱势中间的弱势。咱拢知影吼，金钱财富，每一样拢介意，大家拢爱得到，甚至有人将追求财富做伊一生奋斗的目标。也有真侪人为着达到这个目的，不择手段。贾伟牧师因夫妇拢是医生，佮家己开业，伫伊迄个时代，照理讲，伊会当趁真侪钱。会当享受荣华富贵一世人，但是咱看伊毋是安尼，伊是牺牲伊的家庭，放弃家己的享乐，上山下海，去面对肺病、小儿麻痹、乌骹病的这患者，去亲自甲因做伙服务因。如果用趁钱的角度来看，贾伟牧师是一个戆人啊！
所以咱看到今仔咱所做的海报，伊讲甘愿为主做工人，就是安尼。伊常常安尼讲，伊讲毋通把艺术当作圣术。伊讲圣经中间有一句话叫做“施比受更为有福”吼，互人的比甲人体更加有福气。伊将即款的教训真正落实伫伊生活中间，去帮助迄个弱势中间的弱势，一世人拢安尼做，一直到伊死。所以，咱看见着圣经对一个人的影响，互伊知影我爱安怎使用上帝互我的文书去活，才通为别人带来祝福，才通荣耀上帝，改变家己，也祝福别人。这就是圣经对一个人的影响。所以，咱应该咱若下晡有时间，咱来参加这音乐会。我相信，伫这咧思想教会牧师夫妇因为台湾所做这医疗宣教事工的过程中间，咱会当各有较深刻的感动。上帝会安怎影响一个人？这是艺术家做的第一件代志。艺术家做的第二件代志，甲第一件代志有关系，就是圣经中间讲，伊一生专心研究，而且实行上帝的律法的法律。虽然知影，伊毋干那研究，伊阁来遵行出来，明白甲行出来是无共款的两个事题。耶稣捌讲过一个，比如讲人若听去主的话，而且去遵行的，就亲像一个聪明的人，将迄个厝起伫稳固的石盘顶面。若拄着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迄个厝真稳固，就袂倒去。若听了无去行的人，亲像迄个愚妄的人，将迄个厝起伫沙土顶面，风一个吹，雨一个淋，水一个冲，这厝就倒去。咱的生命就是安尼。你若干那听上帝的话，无去来实行出来，结果就是失败。只有听了，佮遵行出来，才能带来影响。耶稣伫迄个时代，咧责备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。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是一群研究上帝律法的知识分子，对伫上帝律法拥有真丰富的知识，比别人知影佫较济。但是真讽刺的，就是伊毋干那知影，袂晓将伊实行出来。因只是去遵行迄个诫命的细节，诫命上界重要的公义、人民、信息，因反倒无行出来。所以，咱知影上帝旨意，佮爱将上帝旨意、上帝计划来实行出来。咱如果会当安尼做，就会当影响其他的人。牧师甲大家分享一个人的故事，这是一个苏格兰的诗人，叫做波纳哈。伊是一个牧师，伊也被称作是长老会上界伟大的诗人。咱的圣诗中间有真侪是伊所做的吼，咱即摆咧唱的这本圣诗顶面内底有10首是伊所作词的这10首。咱常常伫圣餐的时阵，咱会吟218首吼，主我打就君，爱见你的面。啊，是咱常常嘛吟我情哪样失迷，也是讲愿主存你圣手。咱常常吟这诗歌，咱知这波纳吼，也是讲有人讲是包纳牧师吼，伊是一个多产的圣诗作家，伊一生差不多做600几首圣诗，但是伊当时嘛是一个影响力真大的牧者甲学者。伊初对神学院毕业了后，伊派去一个真偏僻的所在去遐朋友，拄着真大的困难。我看到资料讲，伊迄个所在的人吼，真固执，无要听牧者的声，所以伊伫遐拄着真大的挑战。一个对神学院毕业的
少年的牧者吼，伫遐牧养是真艰苦，但是伊就是用圣经的话来帮助因。吼，后来伊去到即个凯尔赛一个所在，一个牧区来服侍，吼，为着当地带来真大的复兴。后来伊到各地去，拢得到众人的肯定。伊阁出版真济即神学的杂志、神学的册，来帮助当时阵的教会。所以，伊是一个服侍真认真的牧者，重视灵修的圣徒，也是一个眼光真远的教会组织者。所以，因为伊来带来真大的改变，甲教会复兴。人咧研究伊的世人吼。发觉讲会通支持推动遮尔大的教会改革的力量，那是伊甲上帝中间迄款亲密的关系。就是伊时常透过读圣经甲祈祷，来接近上帝，了解上帝的旨意，然后对遮得到快乐，将上帝的旨意来实行出来。我看到人咧记载伊的资料讲，竟然真侪人对伊的册房。会窗仔经过的人，拢会当差不多读时阵拢看到，也是讲听到伊咧读圣经甲祈祷的声音。一个服侍伊的仆人安尼讲过，安尼见证讲，我看这伯纳牧师吼，亲像伊遮尔圣洁的人，竟然爱时常安尼读圣经祈祷，何况是我？所以这个仆人因为去服侍伊，后来变做一个热心的信徒。咱拢知影吼，一个人的信用，伫公众的场合中间，拢会当假，吼，拢会当装假，大家拢可能假人拢看袂出来。但是伫身躯边真正甲伊接近的人，拢会当做即款的见证，表示讲伊的信用是真实无假，伊就是即款的圣徒。所以因为安尼吼，伊那亲像一个会晓行的讲台同款，人看到伊的生命，就亲像伊咧传讲的话，就是伊伫讲台顶面所讲的，甲伊私底下所行的是一致的，就是即款的人才会当对别人带来影响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毋是干那听尔，咱爱将所听的来实行出来。最后，咱看见着意思啦，佮做一件代志。今仔日经文讲，以斯拉一生专心研究，而且实行上主的法律，佮将一切法律条例教示以色列百姓。伊毋是干那研究，毋是干那实行，家己实行尔，伊佮将上帝的话传讲出来，分享出来。咱若看尼希米记第8章中间有特别记载。当时阵，百姓请以斯拉对因读摩西的律法册，而且爱伊讲解其中的意思。咱看见着圣经中间安怎记载？当以斯拉传讲上帝的话的时阵，百姓因为听见上帝的话，拢啼哭，因总算明白因的行为思想离上帝的律法有偌尔远。因总算明白，上帝为什么允准外族的人来侵占伊的国家，就是因为因无照上帝的律法做。因为以斯拉会教导伊的传讲，以色列百姓重新经历一遍属灵的复兴。所以，咱看见着上帝的话一旦被传讲出来，就带有极大影响力。上帝的话一旦被改变出来，会当互人心得到医治，得到透放，得到力量。所以，咱若毋单单研究上帝的话，遵行上帝的话，咱接续爱做的，就是爱分享、传讲上帝的话。咱每一个礼拜伫教会中间，牧师拢会甲大家分享上帝的话。咱毋知影上帝的话传讲出去，就会造成真大的影响。伫即礼拜四，
牧师团开会了，吴牧师就是新增的吴牧师，伊私底下摕一包红包给我，伊讲这是一个伫加拿大的兄弟托伊摕给我，要感谢牧师伫疫情的中间吼，因为疫情的中间伊拢袂当去教会做礼拜，所以就是收看咱教会线顶的礼拜，伊得到真济，嘛真感动，所以特别要感谢我。我甲吴牧师爱即个兄弟的通信的方式，然后我写一张批互即个兄弟。我来讲吼，其实整个双林教会影因播出的即个特别的节目吼，双林教会同工集体合作，是教会对外宣教的事工，绝对毋是我个人的功劳。讲伊的心意，我深深感动，但是这项服侍是我个人应该爱做。传讲上帝话是做一个牧者上界重要的职责。双林教会嘛一直在支持这个事工，所以我来讲，如果可能，伊同意，敢毋当将这笔钱奉献给教会，来做咱教会宣教的工作。牧师甲大家分享这个故事，其实是要互大家知影，咱教会的牧师每礼拜伫双林教会分享教示上帝的话，迄影响力是真大真大。伫这个世界，只要听有华语，也是讲听有台湾话，或者台湾人，拢会能透过咱教会直播的节目去了解上帝的话，是毋是？透过上帝的话来得到安慰，得到鼓励。真侪人因为传播团队所做的代志来得到福气。这就是上帝的话一旦被传讲出去，就带来真大真大影响。咱看记着意思啦，伊对伊国家的影响是遐尼大，甚至连当时外邦的王也受伊影响，因为伊一生只做一件代志，就是专心研究上帝的话，实行上帝的话，教示上帝的话。伊不断做好这件代志，就以迄世代的以色列百姓带来极大的祝福。定心一个破碎的国家，一个灭亡的国家，定心被起造起来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如果咱嘛安尼做，咱认真来读上帝话，认真来行上帝话，认真来分享上帝话，我相信你会对你的个人、对你的家庭、对你的朋友、对咱的教会，甚至对咱的国家带来真大真大影响力。愿上帝亲自赐福予咱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你透过你的话，搁一遍激励阮，互阮明白你的话是充满气力，会当互阮活泼的灵性。恳求主你亲自带领阮，互阮会当研究你的话，知影你的话，实行你的话，也分享你的话，教导你的话。也因为安尼，我们反转阮本身的生命，阮的教会，阮的国家，求主帮助阮。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吟圣诗183首，来回应上帝的听。圣诗183首，圣经亲像物件，请起立来吟。
是咱来奉献煞咱的敬拜。耶和华以勒的主，阮感谢你，阮知万物拢是你赏赐，你供应阮一切的需要，佮互阮管理你仓库。但今仔日，阮将阮管理中的一小部分的钱银摕出来，求你甘纳，也帮助阮最好的工。荣耀你的名，阮安尼恳求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请坐。这是我来报告。今仔日有一个特别的音乐会，伫下晡
1点到2点半，伫10楼，咱为着食位牧师伊的纪念兄弟有一个音乐会，请咱的兄姐斗阵来参加。阁有一个特别的事件，就是清明节时，咱少年咱的过往的祖先来追思伊、怀念伊过去伫咱生命中有美好的见证。咱伫10楼的走廊中有放清明追思感恩礼拜听书单，咱一户拢摕一张，剩的就家己影印。咱若去扫墓的时，咱会当用这参考，做伫遐做礼拜。过来就是本会会友吴正雄执事，伊伫3月18日安息主怀，定伫3月28，就是明仔载上午10点半，伫台北第2殡仪馆景永楼1楼至真厅举行日念告别礼拜，请兄姐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过来就是咱恭喜咱本会会友郭家军、甲黄淑芬伉俪伫3月17得到一个婴仔，愿上帝看顾这新生儿甲伊的全家。过来就是伫第8、第6页的所在，遐有一个专题讲座，伫4月初10上午12点半到3点，咱要邀请前副总统陈建仁医师分享对疫情谈台湾甲国际情势。咱会当来参加，咱报名会当上网报名，还是扫边仔迄个 QR code。好，咱接续请牧师来介绍第一届来咱遮的贵宾甲牧养代祷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的新朋友。这有2位牧师哈，第一位是林玉成牧师，第2位是李信仁牧师哈。玉成牧师是这个教会纪念兄弟的牧师，信仁牧师是这个总会青年事工委员会的牧师。今仔日下晡的音乐会，因拢会来参与吼，咱也鼓励大家吼，时间也稳准的，拢留落来做伙关心吼。请坐吼。个另外，毋知到中间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，无介绍着。好，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。希望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。感谢你透过你的话，成做阮生命的帮助。阮恳求主你亲自赐福看顾，阮在座所有兄弟姊妹。阮中间若有心神软弱、软者，求主你亲自扶持安慰。如果若有身体病痛，求主你亲自医治。也兴起教会兄弟姊妹会当互相关心，彼此代祷，互阮彼此分享对上帝遐来的疼。帮助阮面对人生的困难，我也恳求主你坚定阮的信心，互阮当日日研读你的话，实行你的话，来领受祝福。恳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伫生活中间会当照你的话来行，透过阮手所做的工来荣光你的圣名。我来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来吟上用的诗，圣诗511首，圣诗511首，阿乐上帝至权至尊，请起立来吟。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感动，夫妻相通，常常甲恁伫地，直到永世大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表导谢阮恭受差遣。